都係咁嘅上啊嘛。而呢階段咧，好多人都係過度樂觀㗎，而且好多次落來了啦。個頂咧可能會前3次、4次、6次，或者3個月創7次新高，但係永遠唔知係第1次創新高就着無市，定第5次定第7次㗎。但係時間咧應該係10年。雖然冇人知道點樣計翻㗎，但係咧基本一路維持咧股市嘅上升空間係4%咁情況咧，嚟到注碼嚟減啦。所以呢個咧個個都以為要快啲，知道最尾快4%反彈模式，如果呢個問題開始為後高，我啫馬上行第一加減息變咗1年4次。甚至1年減6次嘅，到時咧有機會見到，到時咧好似雲咁樣啊 ，S&P 彈翻晒上去，科網股啊、非必需消費品啊、煙花都係入晒錢㗎啦。Bitcoin 咧又話全埋高位，啲人咧即刻轉身話嚇，咁你低位喎，又係想可以翻啲咁嘅東西漲，呢個階段如果我哋見經濟基本改善，又或者知識嘅分析見到個有力嘅反彈動力咧，可能好多人咧都會喺高位重新入翻市啦，呢筆資金咧就會俾到反彈。翻。